根据农业部统计，台湾去年水果出口日本将近有18000吨，外销产值将近30万美金，显示日本已经成为台湾水果上大外销市场。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药剂蒸熟厂设备完成了后，处理量达到全国第一，而且品质优良，口感参像是打慢落来，大大提升台南鲜果的国际竞争力。换装了新的机器之后，它蒸热的这个妥善率就大为提高。本来是每100公斤有大概20到25公斤的那个芒果还有果品会报废掉，因为受热不均匀。现在大概95%以上都是妥善的，有些批次是达到100%。好，那所以说效益大为提高这个成本，农民的成本就会降低，好，那获利空间会增加。那中间除了这个芒果之外，好，我们开始火龙果还有其他的果品，也都是用蒸热方式来进去东北亚市场。那随着火龙果日本6月5日开放这个红肉的火龙果可以进去之后，我们一方面在消费端我们努力来推广，一方面在生产端我们也努力提高，要求农民提高那个生产的品质。那蒸热的部分也要这个做好。药剂热蒸厂设备完成了后，赶在今年3月正式启用。农业局预计，在硬体升级了后，可望会当再来10月外销产值。咱来看统计报表差不多在2000吨左右。其实甲咱台南这玉井蒸热厂，咱甲吹的船就超过600吨，表示讲其实伫咱这药剂咧吹这船已经占咱台湾超过4间的蒸热厂，咱超过1半以上的数量。我想这嘛感谢咱市长进行甲苏院长签署相关预算来改善，互咱船吹效果较好。咱到日本的市场、韩国市场，咱上架了，也迄个上架的寿命用延长1礼拜以上。农业局长李建宇表示，台南设有全国蒸热量第一的蒸热厂。附近还有建地当中的药剂农产加工甲冷链物流中心，预计将会伫114年完工。未来将会提供青果集货、分级包装、加工检疫、冷藏冷冻等功能。预计每一档会当增加青果处理量上少5500公吨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